我是乐乐，要订阅我的频道哦！嘿嘿嘿嘿。在某个城市的角落里面，住着一位神奇的动物医生，他可以听懂各种动物的语言，并且帮动物们解决疑难杂症。今天，医生又遇到了什么奇妙的事情呢？小猪，医生，哎呀，我这边不知道怎么了，洗了很多次澡，还是很痒哦，请你帮我看看。我来看麦哦。啊，你的皮肤太干燥了，可能就是因为洗太多次澡，皮肤上面的油脂都流失了，没有办法保湿。啊，洗太多次澡也不行哦，真是麻烦。哇，医生啊，其实我有一些心事想要跟你聊聊。哦，是发生什么代志哈？就是我们家隔壁是一间幼儿园。有一天我听到一个老师在骂一个玩得满脸都是沙的学生说：“快上课了，下一节课我们再一起玩。”晶晶，等一下，你是去哪里玩啊？为什么脸上脏兮兮的？我刚跟同学去玩沙，还来不及洗脸。赶快去洗一洗，不要像只小猪一样不爱干净，脸上都脏脏的了。原来是安呢，所以是他们说的这些话让你心情不好吗？对听到他们这么说，我就不敢再去滚泥巴。但是天气又太热，我就只好一直冲水。其实是他们误会了。我知道小猪其实是很爱干净的，但是你们不像人类一样有办法流汗，所以你们只能用滚泥巴的方式来降低体温。没有错，医生，你真的很了解我们猪而且滚泥巴真的很舒服哦。我觉得为了你的健康着想，你不用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啦。谢谢医生，但是我希望人类不要再觉得我们脏了。那些都是刻板印象。哦，对了，医生，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很香的味道？你身上是不是有带苹果？哦，对耶，我身上刚好有一颗苹果。哇，小猪，你的嗅觉好敏锐哦。我们猪的嗅觉真的很敏锐哦，但有时候我们会为了找土里面的食物，又不小心把环境弄得乱七八糟。这时候人类恐怕又要说我们不爱整洁了。不要担心，我会告诉幼儿园的老师跟小朋友，小猪其实是很爱干净的，大家不要再误会聪明的小猪咯。谢谢医生。不客气。那各位小朋友们，我们现在来唱一首歌送给聪明的小猪吧。一只猪，一支皮，两只猪，两支皮，三只猪算什么？咱六个妹上欢喜。哦，医生，老狗模样是什么意思老狗模样就是你最喜欢的烂泥巴这首歌就是在说小猪热的时候滚烂泥巴很开心的样子。那现在我们请乐乐来教我们这首歌的台语吧。各位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学习吧。猪，滴滴，鼻子，尼呀，皮呀，玩耍，剩，烂泥巴，六个妹老狗模样。各位小朋友们都学会了吗？我们一起再来唱一次吧。一只猪，一支片，两只猪，两支片，三只猪算什么？咱六个妹上欢喜。
支片，两只猪，两支片，三只猪仔算啥物？咱六个妹仔上欢喜。乐乐有频道喽，记得按下订阅按钮哦！嘿嘿嘿，哈哈。